女人三更半夜在池塘边喂鱼，突然一道黑影悄悄向她走去。自从皇上发现甄嬛的直播间以后，那是天天给她刷大火箭和嘉年华，硬是分走了其他嫔妃直播间的流量，这让本来就很卷的后宫更加内卷，甚至就连被打入冷宫的于答应都拿着银针在疯狂扎着甄嬛发泄。而有个叫华妃的青年却十分上进，他既不甘平庸，又不愿选择躺平，天天都琢磨着如何挤兑竞争对手，不仅雇佣水军在直播间里带节奏，还故意挑拨甄嬛和榜二的关系。本宫还以为婉贵人胜券优容，沈贵人心里不自在。婉贵人与沈贵人情同姐妹，怎的忘了专宠之余分一杯羹给自己的姐妹呢？而他们根本不吃这一套，因为甄嬛和眉庄早签过利润平分的协议。再者，他们从小在一起长大，任何的挑唆都不会影响姐妹之情。可丽嫔作为水军的代表，她立马对甄嬛进行了各种诋毁，句句都在讽刺甄嬛只顾着要打赏，全然不顾皇上的小金库已经捉襟见肘。但甄嬛可是拿过金话筒的顶级主播，她的伶牙俐齿愣是堵得丽嫔哑口无言。而华妃眼看甄嬛的直播间呼呼涨粉，她又转身针对榜二的梅姐姐，她说月底内务府要大量发货，既然甄嬛要侍奉皇上，那么你闲下来去内务府帮忙。傍晚睡不着的甄嬛反复想起华妃的警告，倘若自己再霸占皇上，必成众矢之的。因此，她劝皇上应该把流量分给其他人，合理的雨露均沾才是商业之道。接着，皇上听从宝宝的建议，随即刷了齐妃的直播间。可由于她多年没有伺候过皇上，所以她直播的方式让皇上感到困意。这就好比榜一吃惯了山珍海味，突然尝试粗茶淡饭，简直索然无味。然而皇上走到半路，却被一阵琴声吸引，便顺着方向再次来到碎玉轩。你把朕的心都谈乱了。不是在齐妃那儿吗？今儿的月色好，想来瞧瞧你在做什么。你舍得推朕去旁人那儿吗？据说过，皇上是明君，明日再做明君。那臣妾明日再做贤妃。没想到甄嬛高兴的竟喊了一声四郎，而这个举动却撩拨的皇上不要的，恨不能立马钻进她的心房看看，到底是怎样的女人竟如此可爱。就在他们享受爱情甜蜜时，华妃也在欺负着梅姐姐。只见宫女故意的吹灭几盏油灯，让梅姐姐在黑灯瞎火的环境下工作，并且一直忙到凌晨才算结束。当她走到半路时，便想到池塘喂鱼，而池中的锦鲤如同参拜一样，感谢来自不明生物的投喂。突然此刻，华妃的奴婢说是有2块美玉要赏给她。就这样，奴婢支走了梅姐姐的下人。于是就在她毫无防备之时，突然一道黑影将她推到池塘里。由于四处无人和梅姐姐不会游泳，所以她躺在床上一直处在昏迷状态。当华妃得知后，立刻赶来打听虚实。虽然不知道沈贵人的伤势如何，但华妃却用戏剧学院偷来的演技，马上扑到床边释放她心疼的情绪。可怜呐，这么如花似玉的一个人，竟受这样的罪。娘娘尽管宽心，太医说了，沈贵人醒了就无妨了。尽管这个消息让他失望至极，可他依然展现出演员该有的素养，愣是把对沈贵人的关心化作悲痛，将不负责任的奴婢发配到新者库。不过甄嬛却识破他拙劣的演技，而他话锋一转，又很淡定地表示自己炖了补品，希望皇上好生休息。还是你心细，朕也饿了。直到次日，梅姐姐才从噩梦中醒来。皇儿，有人要我的性命。只是没有看清嫌疑人的模样，但从凶手的力量上分析，应该是公的。可皇宫里的太监和侍卫何止1000人，如果各个盘问，岂不是如同大海捞针？然而梅姐姐经过推敲得出的结论是，池塘不远处就是华妃的寝宫，另外是对方的奴婢引开了自己的下人，种种迹象都在表明这是华妃的手段。但无凭无据，他们也只能慢慢查实。所以真不如去58同城找个工作，舒舒服服的过日子才有滋有味。然而梅姐姐这边刚安稳不久，甄嬛那里却又发生了意外。果然是有人在我的药里面动了手脚，上面有一层淡淡的青色。毒药。